国民党团指出，去年国家的税收阁创下新高纪录，主张政府就应该发现金予人民一人1万块。也公布民调显示，有66%的民意支持。因为民进党是批评国民党面对着大罢免的压力，才会想要用普发现金来转移注意力。第一，减少举债；第二，债务还本；第三，累积至税季的剩余。种种这样的保守的作为，都比国民党把钱拿去发1万元的现金还要来得好上加好。所以，我们恳请国民党。明明说要来做更多的民生建设，今年应该要来提更多的民生，可是我们看到他们在想的只是政争。你即便地方的税收，即便法定的扣掉，还是足足有5000多亿啊，发个2万块都不为过。民进党认为税收有重，应该优先用伫咧公共建设，或者是行政务。不过，国民党的立委也反驳讲，政府3档内税收超收1兆3000多亿，嘛干那行1200亿的债务，应该爱将这个钱还予人民才对。国民党团也要将相关的议案列做新会期的优先法案，民进党团是已经表态反对。